没电了，稳定器。稳定器没电了。抽机，不要老是埋头，老是埋头。不要把头埋。好的。不要把头埋。出去你不要看你的鞋，不，你看我的鞋嘛。我看你。看长哥。快点，快点！第二个放什么？好。有点酸了，酸了。来，下面切一下手。怎么个？第二个。哪来放嘛？好那会自个嘛，那我就放金枪锅装也可以，他们都可以调，自个都可以，反正这个螺壳好久没调了。对，这个对。现在充电了嘛？我6%，哎，可能办。上次去哪里了？你金昌不是金川嘛？说话澳洲。这儿便宜1月份就批不到了，就回去澳洲耍。去澳洲待多久啊？3年嘛，3年多。3年。他陪赌，拍不掉了，拍不掉那个了。放前面。这我们俩可以来吗？我们两个有点烧香。小哥看了一下，小哥哥受伤了的嘛，就是还没好，他脚后还没好。可以跑，但是就弯一弯就偏坏了。我的家。
这是家里头好的有那个。他们讲，不不能说的，就这样摸下去，我就这个地下不亮了，一个点。还有个。你把它放下来。我要给他搞出画，图还没好，白的吧？我放那边来。多装。我们先听一下，我很久没跳了。跳一局，太长了，他这4段的嘛，每就相当于4首歌噻。怎么了？喜欢？这种那个车子的吧，推车，他牵那个车子起来。看那个装弹出来手也小啊。身高高度有刚刚结束。最后那个来你接一下吧，再来一下，接一下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啊！最后那一段放。好。
在我老家，我带你去放牛。我去那个红园那边耍带上耍的噻，他就到嘴去草里面去找吃的，他吃草草。我们以前家有个狗被狼给腿干废了。资格的那个野狼哎。对，它狼没惹它，它就咬它。哦，好像他以为他那个嘛，他严实嘛，他以为单挑那个那个。对，它就单挑，说牧羊犬嘛。结果狼直接给它干掉了。他腿都掉了，是他腿掉了的嘛？我那个罗火锅庄的没啥子新歌，他们越走团队。你们往后退一点点，那个帅哥越站越过去了，他们跑不了了。要我站2排嘛？分开一点，不然不好听了。分开一点哦。我看到了。 最后一天的节日嘛，8月最后一天。 我
天呐！不是我的意思，小那个。对，有的是这样。你要当你看啊，没干过什么？出去，出去来，出去。出去，落后嘛，悄悄的溜了嘛。后来我团队现在没刷新。简单嘛，我刷到你。谁来谁来，秀。那个。2、1，开。啪！你先画一下，谢谢。没，不是你。用笔呢？走这样好。走了。可以。你走。稍微近一点，秀。
往前面走。把离得很近去跳嘛。好，好，可以。离想往这里走。往你的左边。过去。去吧，它比较好啊。还歪的，不是它是坡的、瘸的，它的右回腿就它不正，没有正常。往右边，左边。对。我们那个衣服搭配还挺好。啊，应有。就跳那个嘛。往左边走一点吧，往左边走一点。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还近一点。好，可以，就这个。
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准备走了。同事的，然后他就不能买的，现在。哎，跳好。要拍什么？我们那个相机没电了，另外一个手机没电了，我就不拍了，准备走了。10点20，早点走。我进去也没电了，30线都没电了。那个竖屏1%的电，这个横屏25%的电，还可以。横屏100%的电，现在充满了。然后我那个竖屏的话，主力用的手机今天只有70%的电，然后用了之后一直在充，现在1%的电。5%的电，相机没电了，稳定器没电了。对不对？出去看。把凳子撇，老婆找个凳子来拍。装的吗？那一个机箱座椅。有跳舞的话就直接就进去跳舞。小李叔叔，小李叔叔。吉祥如意。机箱座椅。相机拍不了了，没电了。有没有？快一点点。快一点点，快一点点。再退一步，再退一步。太瘦了。抖音修好一点了。
个都在拍，不只是一个啊。小七和那个玲玲老师的教程，小七和玲玲老师的教程，一般他们跳的比较清楚，虽然说就不是那么突出，但是小七和玲玲的教程一般都比较的跳的比较清楚，他们那个动作。啊，你回来了？啊，啊，早刚刚出来了，在罗马那边吗？对，不会吧？肯定不会。我跟着他去的。今天还去玩去了吗？对呀。没跳舞啊？你看你们。跳的人是汉族还是藏族？把你吓到了。刚下当归，大家长得都有，还有其他的。下一个谁跳？你跳嘛？跳什么？干嘛？他们还有几分钟就收了。还有5分钟。小胖才来。坐在上面拍了。音箱有吗？有音箱。全身是汗啊你？啊？刚刚到？我全身是汗呢。要到5点我才把它走完，而且都没有戏拍。16个馆。应该你要音响。你车站票的啊？音响我今天没带，我下午去车展，我今天没带。多不多嘛？他们只有。这个小哥真的是送美团的吗？他真的是送美团的，只是说他经常晚上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跳舞。他确实是另外跳的嘛？他确实是没有啊？你不是有一个吗？是他们的。刚刚呢？刚刚那个大噻。是有，今天会有。真的好多好多。有连转也是。没音响吗？你的音响呢？有音响，这里有。我今天中午就出去了，然后我就音响。好难说了，多急的。这里有音响。好，做算了，我10点半了。把那个音响啥个的呀？做哪个做了？这儿早点走，这儿有紧张兮兮的。走了。啊，等子啊，比你这不要送水哈，我再送5天啊。好嘞，好，再送5天。水是吧？哎，对，好呀，不要白送啊。好。好了。好，明天再给我回去了。要不回去那个。